忍住我茫狂泪珠，雨蒙蒙，冷风凄凄，显得很寂寞。山盟海誓露情迷，为何你都已忘记？留给我伤痛回忆。平添我孤寂。爱情的往日甜如蜜，如今我空虚无依。你说过是情不难道你已忘记？虽然你是忘情呼应，我仍然永远爱你。生日里，我说想念，还是你的爱情的那年离别时，忍住我茫狂泪珠，雨蒙蒙，冷风凄凄，显得更凄迷。山盟海誓露情眉，为何你都已忘记？留给我伤痛回忆，平添我孤寂。
风凄凄，意绵绵。哇，好听！来继续，老师唱国语的吼，我来唱台语的啦吼，我来唱这首叫做《水中月》，好，《水中月》。来，感谢咱的金寿大哥、谭主的陈先生、龟山乡，我有讲过啊吼。来，龟山乡咱的蔡大哥哦，盛阳大哥，也有咱思昌大哥。哦，谢谢4478，啊，你敢若安尼跳安尼出来尔，所以讲咧，唔知你什么人。感谢宜兰叶大哥、咱郑大哥、中信大哥，谢谢台南的林大姐、华人黄先生。咱中勇一奖，谢谢松吉大哥哦，张大姐，谢谢咱的王传来大哥，感谢咱的台南林大姐哈，谢谢我们的酷酷姐跟咱的美华姐啊，哇，会早起啊，两位姐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真早的时阵都甲咱加油啊，甲咱斗顾打，好唔好？谢谢哈。哈，好，感谢您哈，来芳林唱这首叫做《水中月》，谢谢。谢我们的景文大哥看到你喽，来感谢美华姑姑姐哦，谢谢秀霞姐。感谢你有了心交陪，照你要紧所讲的话，拜会拜会，阮不断拜会，若想。中月
好，谢谢。来，这首叫做《水中月》吼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哦吼。来，即马呢2首歌曲了后，要来甲观众朋友来做安那做互动啊哦吼。咱义达破歌声的节目呢，就是这个互动时间，观众朋友呢特别安尼哦，今仔这个时间。都安尼会当卡开吼，啊点一首咱家己介意的歌曲吼。来，咱今仔安排头一首歌曲叫做《寂寞的行船人》，导播。踮在船顶看落去，迄个姑娘才敢见。好，来第2首安排哦，是咱这个《梦心肝想看卖》。心情有本，啥人了解伊？情参甲哭出来。好的，来第3首安排叫做《夜半的玫瑰路》。青红灯闪闪烁烁，照着一位的女儿。来哦，今仔安排第4首的这首歌叫《雨奶落袂停》。雨奶落袂停，哪会落袂停？你较早好到黄昏，啊落到黄昏。好，红樱花的歌曲《雨奶落袂停》。来安排第5首是咱感情放一边。这款世间行到感情放一边，同情无同情嘛是自己的前程。好的，来第6首《思啊思相起》。清风落叶啊思相依，深深感慨你无依，放阮孤单寂无眠，夜子也有思情深稀微。好咯，来，即马呢，今仔最后一首哦，就是咱的歌声那响。若听着歌声，阮的心情会快活。来，这首哈。无义我环境的拖磨，转来去我温暖的故乡。歌声哪样陈升的歌曲？伊个陈升去扮的吼，真正是袂歹，嘿，你现场感足有的吼。好来，拍开现场的可以电话咯，8326-317。8326-317。来，郭大姐你好。哦，今日第1名，好，第2首吼。梦心歌想看卖。哦，平安哦，谢谢。哎，黄大哥你好。哎，是啦。来，今仔要听倒一首？好，你来知这首歌，这首是我唱的哈。好，谢谢哈，好，拜拜。来，轻松大哥你好。第2首，梦心好来哦，吼，这是咱轻松大哥哦，吼，好平安哈，好，谢谢，好，第2首哦，好，来，收到。淑珍姐姐，美女大哥你好，好，第6首呀，好好，好，这是阮的淑珍姐啊，哈，好，给你下开哈，好，谢谢，来，情感大哥你好。好，梦心歌想看卖。好，谢谢哈，好，平安快乐哈。
伊朗大哥，我跟你讲，你若搁无要开，我要甲你报失踪啊！对，雨乃落袂停。好 OK，加上门口啊。来，中友 A 奖大哥，第二首哟。好 OK， 好，我知哦，好，这是咱的中勇 A 奖哦，吼，好，来你好。安尼哦，好，感谢叶大哥哦，嘿，较细声嘞。来，菊丽姐，你好，两位好。好，你好，郭虾哪样？高声啊，赞赞赞，好，谢谢，好，谢谢菊丽姐啊。来哦，郭先生，我叫，哎，输啊，输上去呀，我叫高声哪响哦？高声哪响？安尼我知哦，哈，好，谢谢郭先生，哈，好，谢谢。来，你好。好。第二首《梦心歌想看卖》。当然应该有传打电话我。好，回电哦，哈，好 ，OK， 好，谢谢蓝田大哥。来，这是咱的蓝田大哥，好。瑞香大哥，喂，嗨，瑞香大哥好。要听倒一首？我条树啊，树上机。我来第六首。好，我下凯啊。好，平安哦，好，平安快乐，好。阿芬姐啊，金芬姐你好。你好。金芬我伫姐。新恒。金芬姐，你金。高声哪响？好，这是咱的金芬姐哦，吼，好，谢谢。蔡妈妈。好，我下凯哈。好，来，谢谢。好，奈好，平安哦，康康。大家好，我是康康。你好。张明姐姐你好。好哦。哦，我等下再来望看卖啊咧啦吼。诶，我拢对恁足好的哦，足好的哦。高雄的谢大哥你好。嗨。好，谢大。第二条无心肝，心肝麦。好，来，好，这是咱的夏先生哦嘿，好，谢谢。来，英国大哥你好。第二首哦。苏啊。好，我来，这叫做英国大哥哦吼。好，好，谢谢。陈太太。陈太太，你好哈。哈哈，我们这里是台中嘛哈。对，嘿，我。中部。对。你也是宜兰，你也北部。我嘛是台中啊。安尼哦，啊，乡亲啦。第二首歌《梦心歌想看卖》。好，来，咱台中人啦，即马过去伫宜兰啦，吼。好所在啊。对，好，拜拜。祝你幸福，祝你快乐。哦，这是咱宜兰的咯，吼。来哦，美翠姐姐。嗨。第二首哦。第二首。哦，好，我给你写开哦，哈，美翠姐哦，哈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剑山大哥。你好。哎呀。我做赢。你好，拜六就来了。谢谢，感谢。我叫是若未够，啊，拜伊开始教讲。小弟讲，小弟有教你啦。哎，对，甲我讲哈。大哥。第六条。好，第六首来数啊，数相机。感谢剑山大哥拢甲阮加油啊，谢谢。谢谢，祝你平来，安。基丁的郭大哥你好。健康快乐。好。7号。7号。老声来响哦，高声不是老声，高声来响哦，这是咱郭大哥哦，这是住伫基丁的哦，吼。阿爸，你敢要得听？婉秀姐姐，嗨，美女你好，婉秀姐你好啊。我要点那个第六首。好，来数啊，数相机。好，谢谢婉秀姐哈，好平安，谢谢，快乐，来。安排头一首啊，吼，就是咱这个《梦心歌想看卖》。第二首就来安排迄首《歌声哪响》。这个《梦心歌想看卖》咧，吼，是一个款式歌曲啦。好。因为社会生活，即摆属于算现实，吼，啊，所以讲做人做事，伊讲翁仔某的时阵，吼，做同事一个嘛共款。
爱忘心肝想好。哦，安尼哦，唔通去个残忍吼，唔通去个无情。无情。那么当咱大家拢总有情的时阵，对无吼？系啊，就免阁忘心肝啦。是哦。哦，啊，就算大家拢照步来，嘿，啊无哪会才一人点？对。请你忘心肝，详细细想看你即卖。你点这首歌是想要讲啥物安尼呢？啊？是想讲心内有啥物委屈啊啥？有啦，绝对的时阵对无？要唱互迄个无情的人去听嘛，对无？迄个无人心的啊。好，安尼吼，我等下所以讲，大家吼以后听听咧，认真甲恁唱咧哈。哦，拢做做迄个吼有良心的人。是，来哟，哦，来，84，来，我来用像这个叫做无女路的，嘿，无女路是种节奏啦吼。嘿，来，尊老师的声。讲我声啦，啊，我声是我你也爱唱的歌声哪样？歌声哪样？较强啊，搬出来。好啦。来，啦，大家拢一定唱会到的哈，一定唱会到。边金啦，这个是对我来讲是较青啦。啊，咱的这个朋友啊，是，吼，啊讲你嘛，啊，我想要听下底迄个吼，迄个做歌声哪响，哈，歌声哪响，无吧，锣声嘛响嘛，伊讲毋是哦，歌声哪响，是鼓，毋是锣哦，所以讲可以哦，伊咧讲的时，我就知讲是传声迄传声的啦，吼，传声迄地的对，好来，安尼吼，了解，好，做安排哈，来。这首歌曲吼，来有咱这个菊丽姐姐、郭先生，也有咱基丁的郭大哥，咱的金云姐吼所点的哦，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歌声那响，谢谢。阿爸敢要在听，我着运用心唱的歌声，不管落雨天，还是风台天，阮是走工的艺人。阿娘，你敢也会知影？阮伫个外口真正打拼，家来等我当时的手纸。要予你真正调情的去，若听到歌声，阮的心情较开。划过一山过一岭，演唱阮伫面的歌声。若听到歌声，阮的心情会开。离开是不得，三顿都爱吃，唔通来为我，就着你甲来哭出声。若听到歌声，阮的心情较开，划过一声又一岭，演唱阮甜蜜的歌声。听到歌声，阮的心情会开活，
提出阮流掠的脚床花，全然为你风景人客行。来，即摆来记大家数落。来，感谢叶大哥、郑大哥、瑞香大哥、营养大哥、大嫂、金寿大哥、曹大哥，谢谢咱的荣华丽梅姐的掌声。谢谢台南欧大哥、赖欧郭先生，咱的中永 A 家，谢谢张大姐、摸刀刘太太，谢谢您的掌声。若听着歌声，阮的心情会快活，提出阮流掠的本名，演唱阮爱阮的歌声。若听着歌声，阮的心情就快活，唔通阮当作痛苦幸福，全放你热情的人客兄，我小情要落，阮的心情是暗淡，日日夜夜对做眠梦，等来去我。温暖的故乡。谢谢。歌声来响，哇，好听！你看卖啊咧，迄北港的吴大姐，咱的龙大师、李明山大哥，康康嘛咧拍谱啊，吼。长吼，嘿，很学的啦，是吼。无讲介流量，嘿。我感觉下一次若搁唱的时阵，会搁较厉第害。二摆更加。好，来，谢谢咱高雄的许大哥啊，感谢恁的掌声，谢谢酷酷姐，感谢咱的美华吼，美华讲或者吼，差不多3个月拢无咧出门啊，吼，拢准时甲咱锁定咱的节目，知啊，安尼搁甲咱吼加油尔。这吼，我咧足甘心的。感谢啦，啊，真正我足感恩的。嘿嘿。啊，他们小弟啊，吼，好道好能。啊，好就这大兄小弟，吼，啊，就这阿叔阿伯啊。啊，咱阿姐啊。对，对工里面听熟，谨记在心啦。谢谢。绝对好好做。系。吼，好好介绍。系。安尼听好歌，介绍好的产品。对。吼，啊讲着好话，大家呢，拢总啊会当得到幸福、快乐、平安，也较健康。谢谢，感谢。好哇，啊，咱即马吼，观众朋友都这段时间已经哦，安尼嘛呢。啊，淡厝已经过头2个月啊，对无吼？紧啊，紧啊，无啦，啊，就今仔日啦，今仔日就降价8月，所以讲加减吼，会当安尼啊，小可安尼出门者，人风者，但是要人风的时阵吼，这身体就足重要呀。是啦。吼，咱若袂行袂走，啊是讲啊，都淡厝啊，都小可叮当者，都遐哀叫安尼。对。我咧讲，有出门甲无出门，对你来讲无差，你因为你身体袂做主咧啊。即马芳玲甲恁介绍哈，互恁身体会当做主的哦吼。咱的龟鹿鸵鸟精，吼，这龟鹿鸵鸟精会使讲是。全世界走上紧的，吼，这只鸟，好，走了上紧的。啊，咱人就是安尼，爱像这只鸟安尼，起起落落会溜俩，速度爱紧。是。哦，年纪大上至少啦，无法度像鸟迄个速度，无嘛讲安尼，我起起落落会安怎会撩人。这个骹手较够用。啊，你若讲咧爬楼梯的时阵，哎哟，安尼若安尼一楼尔。吼，安尼会当安尼自由啦。迄有的观众朋友讲，去到楼顶都唔敢落安尼。莫有产生困难。嘿，因为咧落楼梯的时阵有困难。啊，讲哎哟，啊我无啦，我著安尼2楼顶、3楼顶的神明公妈听，爱去敬神呢。吼，芳玲啊，迄若大家知，大家知，若要去你的时阵，啊豆豆啊拖，豆豆啊拖，豆豆啊扭才扭起你呢。落的时阵讲爱个倒退路的，来。咱这时段，芳玲甲恁推荐介绍，会使讲是业界上介强的龟鹿鸵鸟精，因为咱这无共哦，有3张的专利证书，有做甲8倍的浓缩，而且吼，咱的价钱足优惠的啦。观众朋友，你也是讲，阮从头开始，拢用这种上介优惠的介绍，互咱观众朋友拢总食会起呢。3个月份2980块，1个月份互你开头1000块。
啊，你若是讲两个后母要同齐做照顾，我跟你讲，你甲我买大组的6盒5960块对无？公司即马再加送1盒，这要搁加送你这盒。工龄甲芳龄会使讲是甲咱公司呢，甲咱公司甲恁争，会使讲甲恁安尼争取再争取，才有搁加送咱这盒。所以讲观众朋友，恁爱把握哈，尤其是恁咧食的时阵，恁是讲恁以早伫咧食，拢食迄种无感无觉的，食迄无效果，搁加开钱的。芳龄即马这要互恁开钱，搁互恁有效果哈。一输输啊钱，1个月份才1000块尔吼，互你食着上介好的哈。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足侪观众朋友甲咱食好豆介绍，甲咱做见证，恁听看嘛，你就知，谢谢。人我食有效，人拢问我讲啊，你食啥？我就食迄个大鱼大虾啦哦。我原底就是我主持我初中我就是阮俩做清洁啊饼上哦，拢有种爱跋倒的嘛吼，啊跋倒脚头有拢会疼，啊阮人是爬楼梯2站咯，安尼啊爬袂啥会去人，即马算一站爬去啊。嘿啊，就是朋友来讲，哇，恁即马的红仔某食啥？哪会食甲安尼？我讲啊，食鴕鸟精，鴕鸟精足侪人咧买，我讲无啊，你爱食迄大鱼大虾呢。我甲你学落啊。安尼啊。我快放掉了。哦，快放掉啊。再练行路一直练3年了，食你个三好，我都放掉呀。讲哦，我是咧洗肾，你知影？洗肾了，嘿啊食了即马较有力，啊我就吼，我20几年前洗药剂，较早吼，啊要眠床爬起来拢爬袂起来，啊拢爱换安尼才会起来。啊即马吼，安尼脚头有家己就起来。啊，阮查某囝就讲你我一直较欠啦，你要买一个食保养，阮查某囝。查某囝啊，甲阮后生啦，拢袂。好来，感谢咱观众朋友吼，啊你有听无？迄本地安尼撞着啊，有诶啦，甚至吼安尼起起落落，迄拐啊举去干，迄顶面遐家己啊。我咧讲，真侪时段讲，哎哟，以早吼，甲咱咧欢咧欢咧尔，即马吼无安尼4骹拄啊，无法度行咧，你来甲食看卖啊咧吼，顾咱的肉肉扎扎咧哈，效果上介紧，因为这经过萃取过的时阵吼，浓缩再浓缩哦，专利的哈，甲咱一般无专利的是无共款。来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电话甲敲通，互你身体的健康。0800815181，0800815181，谢谢。来，这436这新朋友吼，哦来，小姐甲你做接台哈，感谢。来，观众朋友吼，电话甲敲通，身体会健康。那工龄甲芳龄会使讲吼，咱伫咧甲咱观众朋友伫咧报告的时阵，阮两个拢爱先经验过呢。对了，当然。我若无食，我的四大人啦，我的亲戚朋友，我的好朋友，我拢会讲，公司即马吼咧推出这。啊，恁经验看卖啊，好无？啊，我咧讲哦，姐你也甲我讲下，吼，讲你的感受是安怎？一段时间上无拢总我咧讲吼，上无啦，无拢一定爱，莫讲半年啦，3个月时间啦，3个月时间吼，咱拢总安怎？那这个吼精神的时阵吼，有当时气力较无的吼，你鴕鸟精甲食吼，真正是真艰苦。对，吼，对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吼，这。咱会使讲吼，拢经验再经验过啊！啊，你看嘛，遮侪观众朋友甲咱做见证，吼，好来哦，有需要，啊，你想要互身体好，吼，像讲即马安尼会当安尼，微解封啊，对无吼？你就会当安尼出去行行咧，但是看别人咧行足好势，咱咧较袂好势啊！恁即马来做保养哈，啊，敲阮线卡的电话，小姐，人阮会使啊，才接到一通电话尔，吼，讲哎哟，恁即台家足亲切的呢。小姐也好，工人嘛好，嘿，我咧讲，这亲切是阮做服务人员吼上基本的啦，吼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恁若有任何问题，恁就电话甲敲去线卡，豆仔问小姐会嘿，对啊，小姐会安尼真认真，甲恁做回答无吼，好来，啊，我即马来唱歌，梦心歌想看卖，来这首歌有足侪人点的哦，来，美雀姐。
陈太太依然的吼，青冈大哥，咱的中永爱将叶大哥、南田大哥，还有咱的康康、谢先生、英国大哥，谢谢咱的轻松大哥黄先生、郭大姐所点来梦心歌想看麦，哎，谢谢我们的振华大哥喽，感谢你刷卡来给咱加油，谢谢。99996227的朋友，好啊，谢谢。情有阮啥人了解，凊彩毋甲讲出来，可心栽培的恩爱，全部予你抛港游大海。请你望心肝，详细想看卖，我甘愿为你卖，枉费我替你付出全部的爱，你千不该，你万不该去骗我，对我造成爱的伤害。谢谢我们的荣华大哥丽梅姐、瑞香大哥康康，谢谢我们的钟大哥徐云姐，让我你们尤大哥、尤大嫂的掌声，感谢咱的秀霞姐、邱爸爸，感谢姑姑姐哦，谢谢咱的米花。请你望心肝，详细想看卖，我甘愿为你卖，枉费我替你付出全部的爱，你千不该，你万不该去骗我，对我造成爱的伤害。谢谢秀英姐，感谢太平咱的杨秀珠姐姐，谢谢我们的陈淑大哥，感谢咱的王月霞姐姐，您的掌声依然陈太太，谢谢。望心肝想看卖。啊，望想看想看卖啊咧吼，看我都无对你拢足好的啊，就敢若嘿，观众朋友吼，这首歌遮侪人点着，来老师咱来做准备第三首吼，思啊思相起。时段吼，像这段时间啊，伫咧看咱的节目，来讲，哎哟，芳玲啊，我安尼吼，安尼白白杂杂，安尼足袂轻松的啦，像讲即马呢。听讲这2日啊了后，就较会当出门啊。上至少朋友来咱兜坐的时阵，较毋免咱规个安尼直算。加一个，我讲哦，真正我昨吼去朋友遐安尼加一个来，加一个入来尔吼，因厝内底的人吼，就马上佫叫一个出去安尼，惊讲超过人。啊，但是有的人都讲，
啊，有解封甲无解封，对我来讲，我都袂轻松生骨刺。咱若讲吼骨刺吼，这是安尼啦，一个自然产生的，斗累积，因为咱关节之间吼，迄磨损啊，引起着安那关节发炎。吼，啊，关节若发炎的时阵，退化性的关节炎，我咧讲吼，斗，我咧讲啊，即个软骨啊，哦，发炎了，但是通把钱出去了后，伊变，我咧讲变顶去啊，就变成骨刺啊。啊，我咧讲，若生甲骨刺的时阵吼，你都安尼嘛艰苦，有的是阿妈滚紧食，这颈椎的部分，啊，甲一般吼，总是颈椎，啊，甲咱这个，咱这个尾动骨这个所在，咱这个腰所在，咧生拢总骨刺，拢总大概拢总是这个所在。啊，这阿妈滚吼生骨刺，啊，甲这个腰的身体生骨刺啊，伊的疼的所在，吼，麻的所在拢完全无共款，这是真专门的。对，吼，对，有的时多讲我说，哎哟，我生伫迄个颈椎的所在啦，吼，啊，颈椎的所在呢，伊就安怎会手较会麻。啊，我咧讲吼，即阵啊像颈椎啊、生骨刺啊，拢较少年，迄毋是老人哦，无一定是年纪较济啊。你若想讲吼，像即摆的人，逐工拢咧骨手机啊。啊，即摆骨手机啊，毋是坐咧定定像讲方尔安尼吼，安尼啊，你看嘛，坐安尼即个姿势，有的人先啊，天咧，天伫碰伊。咱本地若安尼坐咧身吼，即个颈椎是爱有即个弯度的。对啊。你即摆压咧了后时阵对无吼？即个啊，当然是阿妈滚筋，你就是吼看手机啊我咧讲哦，你知影讲你有出问题甲无出问题吼？你来咧骨手机啊、骨操啊吼，撑半点钟久了后，你会发觉讲你的手是麻的，哎呦，你都爱注意啊。偌济1点钟。半点钟。20-30分你就麻啦。手就麻去啊。对，若严重的时阵麻甲唔知即来讲。所以讲吼，你都爱注意啊，吼。这若讲我佫无甲注意了，我咧讲骨刺就产生啊，吼。啊，骨刺尤其是即个。吼，椎间盘突出，骨刺甲椎间盘突出吼，较无共款啦。哦，椎间盘突出的时阵吼，这抑个还可以救。啊，你若生甲骨刺的时阵吼，这都是安怎，都是爱慢慢啊纤维化。我咧讲啦，开啊，都爱开刀啊。哦，一般啦，从事较粗重工作的人啦，还是讲咱人较大箍啦，还是中老板的啦，啊，佫有运动员，运动过量。你若运动过量，像讲有的运动员啦，迄个压重的啦，吼，也是讲有的少年啊，为着讲吼，这安尼要甲练好安尼肌肉，啊，就安尼扭啦，激烈运动嘛会产生骨刺哦。还是讲咱即个老公家的朋友，徛伤久啊，哈，拢总用这手的时阵吼，安尼伫咧巡螺丝啦，吼，也是讲伫咧拔烟线的啦。吼，包括的时阵，讲腿的时阵，对无？安尼，吼，顶面顶一个，顶面顶一个，是。徛较久啦，吼，甚至坐真久的这。吼，规工咧用腰啦，吼，有当咧拖草咧骨残的时阵，有无？嘿，啊，即款的就这拢会引起。我咧讲吼，啊，这若安尼吼，产生了后，你的椎间盘外围吼，这纤维化，这个一空吼，若开始慢慢啊突出的时阵吼，你去缀着神经，两骨啊，你着缀着神经，啊，着安怎？会疼啦，会麻啦，哦，我咧讲，迄若疼到甲地，我咧讲吼，足恐怖。迄安尼规双骹吼，疼到啊，即个角度的时阵吼，尤其是即个腰椎的部分啊，规个骹拢总麻去。你是疼规工的呢？我咧讲，毋是讲安尼一阵一阵24点真久啦。24点钟参困，你都无度困。我咧讲，所以讲吼，咱观众朋友啊，即如果你若是吼，即个困木兄，若已经开始会疼会麻，咱着安怎吼减轻着重量，就是讲咱咧做工课的时阵，莫讲啊啦。莫遐提遐重着，尽量减轻重量。啊，就是讲咱的生活，吼，咧坐的时阵爱怎坐好啦，爱坐好食，爱坐好食啦，吼，坐好食的时阵，你这两骨吼，咱这支两骨的时阵吼，伊才会安怎适当的安怎放松。啊，你唔好讲啊，我着安坐安尼，吼，啊坐安尼，有个人讲哦，啊你安尼坐没有坐相。迄都是咧讲吼，你的两骨啊，迄受挤压会受压迫。坐身吼，尽量嘛袂使翘骹啦。袂使翘骹。啊，你若如果讲有咧习惯的时阵吼，会记哩哦。你会像即个吼倒骹翘过正骹，啊正骹伸手等下佫倒，爱佫调过来时候，即个吼倒骹，吼爱安尼破来破去。是啊。啊，无你即支骹破过身，你的两骨就换过即边。是，对。即支骹你若破过即边身，你的两骨的身，吼就换过即边。啊，你若长期坐姿不良的时阵，吼。
这个龙骨的是伊这个芳啊，这个软骨啦，伊会煮出来。啊煮出来是你硬挤呀时，伊就会变硬化。哦，头部我会涂骹咧。骨刺的。是啊，所以讲吼，咱这个观众朋友啊，这吼，要咱这平常时啊，咱来保养啦，就讲正常会安尼坐姿很重要。啊，如果你若会酸、会抽、会麻的时阵呢，哦，一般是安尼啦，人啊甲有的人是讲扭的啦，吼，还是讲坐姿吼穿个 T 衫啦。吼，然后就讲，迄是去复健。对啊，去复健尔。吼，这个骨膜炎底甲已经爱复健，爱入开。食药啊啦。对。啊，你若生骨刺了吼，食药拢总是食底的安尼尔。对，这个甲止痛。啊，有观众朋友问芳玲讲，啊，我若无食药，我肯定要痛。我咧讲吼，会使做保养，但是保养就有，阮若有的观众朋友啊，我保养都无讲无效，但是你保养绝对安怎？对着你要搁生出来迄有效啦。你已经生骨刺啊，对无？但是你若无去遐保养，无去遐照顾，还是讲无姿势，无搁遐调倒转来的时阵，我咧讲，伊会搁生啊，伊毋是生一支尔，伊生2支、3支呢。所以讲，观众朋友啊，如果你若讲，哦，即马会开始会麻、会酸痛，我麻甲呢，坐一角久啊，你麻甲毋知影麻这啊，爱记着哦。量骨髓吼大量流失啦，吼，无你讲你是姿势也好，还是讲出完气的时阵吼。啊，磨甲讲这量骨髓的时阵，出来啊，嘿，迄软骨仔当中的时阵呢，拢已经流失去啊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你若如果来讲啊，爱食到物件啦，将像这个软骨的身甲补倒转安尼。对，吼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今仔日呢，哦，咱的健康论坛就甲咱观众朋友来分享，我讲，哎哟，坐骨神经伫咧痛，吼，啊生骨刺的时阵，啊要安怎来做保养？啊，这是一般来讲。休困啊，食药啊，复健、物理治疗，拢总可以缓冲。啊，即摆抑阁有讲吼，有的观众朋友讲啊，我是毋是食一寡营养品来甲伊做补充？咱明仔载再阁讲哦，吼。好，来，今仔日咱的健康论坛就到这哈，谢谢。继续江林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你的歌哦。好。哦。树叶树相机还是？哦，来，无紧。好，来，我唱好啦，分担一下。好，无紧，因为较等爱阁唱几落首。好来，无紧。好来哦，树叶树相机哈，谢谢哦。谢我们的龙大哥，谢谢林大哥、依南城大哥、江山大哥。
谢谢8398曹大哥、申树大哥，谢谢瑞香大哥，感谢幸运仔哦。也不是女性无志气，阮心肝亲像月亮半边天。风雨路顶，光线暗淡无关系，只有偏僻的树桥，了解阮的情意。谢谢我们的尤大哥、尤大嫂的掌声。好，谢谢。树相起，来，即摆要来进行段广告介绍咱这四合一的观众朋友，即摆来敲电话入甲公司咧主文交代，拢讲我要迄四合一的啦，就是咱即组，咱的红景天加上咱内底有纳豆激梅，伊个有日本的 Q10，佮有咱这个红曲。以往咱来观众朋友要爱食这四种的产品，拢总爱分开买。分开买呢，无当紧一盒1500块就好啊。这四种加起来我讲要食到完全这成分够的时阵，拄安尼买等爱6000块，超贵哦。但是呢，咱即摆呢，甲伊浓缩了后，四种甲你加做伙，哦啊，观众朋友，咱这食一工甲食2粒就可以啊。方便，方便，佮毋免开遐济钱。对，吼理想啦，足理想的吼。啊，这红景天的人讲仙草草，专门哦，这伊生长伫迄高海拔的，吼，叫做西藏红景天哦。阮的是叫做正西藏的红景天嘿，哈上。介好诶。你若会喘，会安尼白白，会刺刺，会疼疼，你即个莫达一定要甲顾咧哈。无当紧再顾即个莫达，佮刷落你即个公路内底爱有即个氧气，咱个空气啊。空气若无够的时阵吼，你咧公路咧行的时阵，煞袂行。迄个吼，咱讲血气，气血嘛。对啊，你气若无饱，系。即个血就煞袂叮当。吼，话讲到等下先血带着一寡只营养分的时阵吼，行袂够，塞袂够啦，对吼，啊，若塞袂够的时阵，你就是会戆嘛，是会喘嘛，甚至就安怎会麻、会刺刺、会疼疼嘛对，吼，啊，咱即内底不但讲有遮尔啊好的红景天，佮有纳豆哦，纳豆激酶是种专利的纳豆激酶哦，针对着咱公路内底安那天会黏黏，吼，啊，你这就是安怎爱甲清掉，嘿哦，这拢总伊会当解哈，解咱的天黏黏的，用纳豆激酶。日本的 Q10咧食安怎？伊专门咧修护咱这个公路的球嫩。哦，这毋是甲你清尔啦，还佫甲你顾咧，嘿哦，翻硬啊！咱的公路先会翻电，会翻硬、翻脆啦。对，吼，加一撮逼掉。所以讲，毋只公司还佫加一个日本的 Q10落去。所以讲叫做极品啊四合一。啊，另外，甲你顾你的气，甲顾你的公路，吼，啊，顾你的循环啊，吼，啊，佫加上这点叫做红曲。红曲观众朋友，你即摆会知影讲，有的人敢若。单罐的红曲都要卖你2000块呢。公路娱乐都卖迄款的有无？清道夫，红曲是咱公路内底的清道夫哦，油通通的，就靠红曲甲你改掉。哦，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这极品4合1吼，你若食会着福气，一工甲食2粒就好啊。咱这内底一盒内底就是有60粒装，一个月份2000块。啊，咱即摆吼，你毋好甲我买一盒啦，上少嘛买一个疗程，2盒一个疗程，2盒一个疗程2800块，互你食2个月。我拢爱讲吼，系，咱就这老朋友老兄弟吼，啊，今年当到7、8、10啊，吼，啥物款钱就咧开，但是莫乌白开。对。甲顾许这世人的时阵吼，莫去中风啦，吼，莫讲去塌掉咧，安尼就对啊。吼，啊，这款的就这对气。对公路，对咱的这循环，足好，是你绝对有需要的。一定有需要的。嘿啊，我讲超过40岁就爱食啦，哈。这像工龄甲我来讲吼，阮一工嘛拢食2粒呢。所以讲观众朋友，恁爱食无？恁一定爱食，来照顾你的身体哈。啊，你若甲我买大组的，即摆有分到哦，一组2盒对无？2800块。啊，若甲我买大组，有的时多讲啊，我若2盒某同齐拢爱照顾啊，对无？还是讲我嘛要买一个疗程来。有做犹太。大组的有做犹太，这4盒啊5600对无？犹太5000块无当紧，咱即摆再加送1盒。
所以讲观众朋友，即摆主文交代的时阵是有盒5000块，一个月份才开你1000块尔我若安尼吼，你会当食到4合1的哦。一半摆先着吼，去互只客户请呢，吼。啊，转来时我绝对加11摆就对了。吼，我嘛会惊呢。嘿啊，食嘿啊，了伤油迄若啊。钓着的时阵，迄以后向花的就是时阵真无嘛，啊，迄落阴影的时阵，迄落无方便啦，吼，无爱听方便啦，吼。好来，主文交代头前的专线电话哦，0800-8151810800815181。另外一项，观众朋友，吼，这遮尔好着，我一定爱甲恁讲哈。迄刚啉到我，逐工拢拉一杯，拢甲拉一杯。拉一杯啊吼，感觉讲吼，啉一杯落去的时阵吼，哦，我今仔日这规个精气神拢总安尼巴足。我下午5点就起来啊。嘿，吼，啊起来创啥运动嘛？好。运动的时间的当中是莫食一寡油通通的。对。我甲拉一杯啊。啊，我讲我你会气味阁好当早餐吃哦。对吧？啊，即摆现出去运动的所在时，迄感觉安尼吼，精气神就计有足有帮助。吼，伫走路啦，伫运动啦。哦，都安尼感觉人的时阵精神足好。对。你若如果来讲捌使用过，你会喜欢。我你讲吼，这食这啊，会使讲把当做午餐早餐、午餐、晚餐啦，这是无负担的呢。伊这吼会当甲咱清糖一下。很吸收。我你讲吼，咱这内底有水。铬元素也当助咱维持糖类正常代谢哦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吼，咱每工只要来甲拉一杯啦，会当吼清糖。你知影吼？迄有的时段讲做，我这也袂使食，水果袂使食，啊饭袂使食，迄就是我咧讲，你体内底糖分伤悬啦。啊，阮食阮这吼早体康啊，伊会当甲你清糖哦。伊甲你代谢这层。甲你，所以讲吼，观众朋友你会使吼，互咱这个消化系统吼，顺畅。哦，啊，要无负担。所以我咧讲嘛，调整体质。对啊吼，搁上重要，搁会当吼保护咱肌肉组织，防止退化。迄真侪时段讲，哎哟，啊拢肌肉拢总补去流去安尼。这来甲食上好，来哦，买2盒送1盒哈，2500块。啊，大组的买3加3，再加送1盒，7个月份哈。来，谢谢。来，观众朋友吼，稍等呢，来录节目了后，工人帮您刷卡，甲您做服务，电话一定要甲卡好通，电话一定要甲卡好通，安尼豆嘛，节目时间拢较短，安尼电话甲卡好通，无论是0800818181，还是832632，谢谢。